Hello，大家好，我係 Andy Wong，歡迎翻到嚟澳洲生活知識頻道啊！最近好多唔同嘅朋友仔或者啲新聞咧，都有提到關於澳元嘅升勢喎。咁大家啦，好多時候都會想知究竟澳元我哋平時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呢？例如究竟我哋係應該用澳元對美元去睇啊，定係用澳元對港元去睇啊，或定係用澳元對人民幣去睇呢？咁呢一啲可能對於好多觀眾嘅朋友都會係無論喺投資或者生活上面咧，都有唔同嘅應用，咁可能個答案就會有唔同啦。所以咧，我今日喺度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我過往嘅一啲經驗，同埋都去講下究竟最近點解澳元每個升勢係比較強勁㗎。咁等大家可以去了解多啲啦。咁今日嘅教學分享同過往一樣，係冇任何嘅投資建議㗎，但係建議就有一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like 我哋條片，同埋介紹俾朋友仔啦。好啦，咁其實咧澳元啦，即係呢排咧曾經觸及47個禮拜嘅高位，亦即係可以話係近呢4年嘅高位啊。咁所以咧，直係一時成為佳話㗎。咁其實啦，可能一直有留意開我哋嘅頻道嘅朋友仔咧，都知道其實喺過去大半年啦，我哋都有提到，可能澳元其實喺一個中線嚟講咧，係開始係值得覺得幾吸引㗎。咁甚至其實可能去提到喺一個世界上面，可能個經濟動力啊、商品嘅價格咧，其實都有機會推升翻澳元去一個見底嘅格局㗎。咁甚至縱使可能啱啱嘅一個分享就係講緊喺澳洲嘅經濟咧，被視為進入咗金髮女郎嘅情景啊。咁上次提到可能股市啊、樓市係向好啦，咁但係其實同樣地，可能都對於澳元係有幫助㗎。咁大家記得去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平時嘅知識分享啦。好啦，嗱，其實我哋去睇下澳元對美金啊，呢一幅圖就係過去呢1年嘅情況。嗱，撇除咗我哋曾經4月份啦，因為突然間特朗普嘅一啲令到好多人嘅不信任美元啊，嗰啲資產嘅情景啊，嗰下呢，咁我哋當時都有提到，嗰下應該係一個錯殺澳元㗎。咁即係嗰個情況，其實有可能好多朋友都話好驚，未可能 miss 咗個位，唔緊要嘅，即係投資或者叫做操作，好多時候都不斷有好多唔同嘅機遇㗎。咁但係起碼啦，我哋睇翻過去呢大概大半年啦，我哋一直都提過澳元係開始吸引似打底嘅情況咧，其實反覆地啦，可以話真係開始做緊一個大型橫行，或者我哋以短線少少，以過去呢幾個月去睇咧，其實都有一個反覆上升，形成咗呢個上升通道嘅一個格局喺度㗎。咁所以啦，其實我哋都要去理解到究竟點解澳元對美金會有一個升值啦。咁但係啦，即係我哋首先我想喺度講嘅，好多時候我都會用澳元對美金去做一個分享。點解呢？因為如果好似我呢啲以最主要用投資者嘅角度去睇，例如可能我要去為我嘅一啲客戶朋友啊，去做一啲唔同嘅部署啊，去管理佢哋嘅一啲資產嘅時候啦嚇。咁喺我嘅經驗上面咧，我就會覺得都係用翻對美元係會比較好嘅，即係其實唔一定淨係講喺對即係澳元身上，其實好多貨幣都係。咁點解會用美元去做一個即係個 base 啊？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全球嘅基準啦。咁例如我哋會聽到好多商品價格啊、國際貿易啊，我哋都係用美元計價嘅。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澳元對美金咧呢一個嘅參考指標，一來個客觀度相對高啲，二來咧就係講緊個流動性啊，嗰啲都會即係深啲啦。好啦，咁除咗喺投資嘅角度咧，咁可能我哋都要去擺翻喺一個平民百姓嘅應用嘅角度啦，即係生活上，如果你係喺香港生活開嘅一啲朋友，咁其實可能你哋會想將自己啲小朋友送去澳洲讀書啊，甚至係當地考慮買樓啦，或者甚至係投資樓房啦，咁甚至可能移民咧，可能喺AUD 對 HKD 即係對港元咧，咁就可能會嚟得更加同自己相關啦，因為學費啊、樓價、生活開支呢啲都係同自己比較直接相關噶嘛。咁同樣地啦，如果你平時用開
一個澳元對人民幣嘅。咁其實就記住係AUD，我哋就會對 CNH 嘅。咁有啲內地嘅朋友可能就會話，我睇開 CNY 喎。咁但係因為其實喺個國際兌換嘅角度裏面咧，其實我哋通常用 CNH 去睇嘅。好啦，咁所以咧，大家會話好多唔同貨幣喎，咁究竟要點樣睇嘅咧？嗱，我首先喺度做一個好簡單嘅 formula 俾大家睇下。呢個公式咧就係例如我哋以港元為例啦，咁就係澳元對港元，咁呢個係你想達到嘅最終嘅結果。咁我哋就係去首先其實係做咗兩步嘅，就係澳元對美元嘅分析，然之後就係美元對港元嘅分析啦。嗱，喺我哋作為可能香港用開嘅港幣嘅朋友咧，就會覺得其實都唔使點理美元對港元啦，因為其實我哋掛鈎咗噶嘛兩個貨幣，咁所以其實個波動空間就細啲嘅。但係調翻轉啦，可能你手揸CNH 係多啲定人民幣多啲嘅，咁個波動又會可能多少少咯喎。咁你需要考量嘅範圍就自然多咗啦，因為你要睇澳元對美元嘅自身啦，同埋當時都要去睇埋究竟美元對人民幣嘅一個自身嘅一啲情景係利好啊定利淡嚟去做一啲預判或者做一啲準備嘅。咁點解咁重要俾大家知啦？嗱，其實我哋好簡單去睇一點，就係當如果頭先提到嘅一啲因素，如果真係會即係互相拉扯緊嘅時候啦，其實匯價咧個變化係走勢，大家會係通常係差不多嘅，但係咧嗰個表現啊，同埋個 pattern 啦，你可能即係用技術分析嘅朋友就會覺得有時會有少少唔同啦。嗱，以下為例啊，拎過去6個月嘅澳元對美金、港幣或者人民幣去做一個參考啦。嗱，其實我哋會見到整體嚟講個走勢係4月都係大家有個跌幅，然之後就慢慢向翻上嘅。咁呢個就係我頭先提到整體走勢會差唔多。但係啦，如果擺到落去講緊個 pattern 啦，即係講緊真係大家去可能去諗究竟有冇啲突破啊，有冇啲轉勢啊，大家都可以見到呢3個兌換價格咧。如果我拎最近期嘅前浪頂係一條虛線當係一個阻力或者支持去睇咧，大家會見到可能到自己make 一個 decision 係會有少少唔同嘅喎。例如澳元對美金嘅第一幅圖嘅，咁其實突破佢又預先突破，咁就算而家最近有啲回落咧，我哋都會視為後抽。但係咧睇住對港元同對人民幣咧，雖然大家突破嘅時間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大家回吐嘅時候，見唔見到有冇支持咧，都好似爭少少冇咁清晰嘅喎。咁所以咧，通常我自己啦我自己就會中意以澳元對美金去做咗我第一步嘅決定先嘅。咁好啦，咁點樣去睇第二步嘅一啲參考呢？嗱，其實正如提到啦，每一個貨幣都會有自己嘅一啲自身因素。咁嗱，我舉一反三，我以拎澳元為例啦。咁即係有時我都會喺 SBS 做一啲訪問，去同大家去分享究竟澳洲而家嘅商品價格啊，一啲唔同資源礦產類嘅情況係點啦。甚至又會去分享一下究竟係 RBA 啦，即係嗰個儲備銀行而家嗰個預測啦，係啦，或者佢哋嘅決定係點啦，係啦，咁有時都會去講下究竟市場而家氣氛嘅偏好。咁其實呢3大因素咧，通常都係會主宰住嗰個貨幣嘅強定弱嘅。嗱，喺度舉個例，例如喺澳洲係一個資源出口國，咁鐵礦石啊、煤炭啊、天然氣嘅價格啊，同埋黃金價格呢啲，其實可能都會對澳元會帶來一啲影響㗎。咁例如啦，鐵礦石見底回升啊，見到全球對啲即係呢啲鐵礦石啊呢類嘅金屬元素啊，甚至黃金啊係有需求嘅話咧，有機會其實係間接帶動到澳洲嘅情況㗎。第二啦，就係講緊利率啦。咁利率呢度當然我哋首先會睇究竟澳洲自己 RBA 係會進行減息啊，定係唔減息，定係加息呢？預期又會唔會繼續加息或者減息呢？嗱，呢一個當然係會對我哋嗰個無論係銀行嘅利率啊，自己借貸嘅利率啊，呢一樣嘢對我哋嘅貨幣有啲影響嘅。但係同樣地，因為其實貨幣呢一樣嘢係相對㗎嘛。
即係話如果我哋用澳元對美元嘅話咧，我哋就要睇下對價啦，對價就係美元啦。咁如果以美元為例嘅，我哋就要去睇美國究竟而家聯儲局佢哋嗰個減息嘅行動係點呢？定係原來佢哋唔減息呢？佢哋而家預期會唔會減息呢？嗱，呢一啲相對呢，就係睇下邊個強啲，就會對方弱啲啦。即係話，好似呢段時間，如果大家覺得原來澳洲整體個利率同個經濟受惠情況係好過美國嗰邊嘅，或者強勢過美國嗰邊嘅，咁就會變咗 AUD 對美金呢就會有個上升嘅趨勢，好似頭先啱啱教學分享一開始咁啦。好啦，咁而最後一點呢，就係關於風險嘅偏好啦。因為呢，好多時候傳統喺個貨幣市場上面呢，美元同埋日元呢，就視為一個叫做相對避險啊，或者叫做安全少少嘅貨幣嚟嘅。咁所以呢，其實唔同嘅其他貨幣呢，通常我哋都會係屬於叫做風險偏好啲嘅時候呢，佢哋先至會又比較容易有個上升嘅趨勢啦。咁尤其是澳元，因為同商品價格又比較敏感度高咧，所以會相對都係屬於一個叫做高 beta， 即係比較高波動啊、冒險少少嘅貨幣㗎。所以例如好似呢段時間咁，無論全球個經濟有動力好似冇大家咁擔心咯，或者有啲向好咯。澳洲嘅一個國內啦嘅好多經濟數據，整體嚟講都係叫做有開始轉好嘅跡象喎。咁呢啲咧都有機會係令到澳元受惠嘅一啲原因嚟嘅。好啦，咁其實我哋講咗咁耐，除咗話就除咗兌換之外，係咪就唔需要去理其他呢？我就相信唔係啦，因為今時今日好多除咗我哋話生活上面一時又要網購啦，係咪？咁你都有時要諗貨幣上面嘅情況，就算買機票都可能你都會去諗啦，係啦。咁仲有最重要就係可能喺你嘅投資同埋你成個全球嘅資產配置嘅時候，點樣應用啦？隨住呢個科技嘅發達啦，人類對於即係嗰個理財觀啊，同埋投資嗰個知識嘅進步啦，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同呢個澳洲嘅一個好多 super fund， 即係好似有類似 pension 啊呢啲澳洲投資者咧，越嚟越多要考慮自己嘅投資組合裏面有冇一啲叫做外匯風險啦。咁因為呢啲係會令到你個波動係會影響到你個回報啦。尤其是如果對於你係一個本應你有好多貨幣係非澳元嘅，可能如果你係只係純粹諗做一個海外投資，或者就算你淨係諗緊我拎某啲錢去諗去做一個投資物業嘅時候，其實可能要諗多少少，因為其實喺呢個物業嘅情況啦，咁其實因為你係槓桿咗你個效益喺度嘅，即係你用咗你嘅可能人生大概20年嘅時間去嘅現金流啊，你嘅取捨啊，去槓桿咗，咁當然個市升嘅時候，你就會水漲船高啦。咁但係如果反轉跌嘅話咧，咁如果個匯率再踩多一腳咧，咁其實你嘅風險咧，可能比你預期之中係會大咗㗎。咁所以咧，其實外匯風險呢一樣嘢咧，對於一啲可能喺個如果唔係淨係講應用，而喺個投資領域上面，你個 portfolio 即係你個投資配置上面，可能如果越嚟越大嘅話咧，你需要去留意呢一個嘅風險要點咧，係嚟得越嚟越重要㗎。咁但係啦，我正如頭先提到，你買樓如果用槓桿嘅，可能就會將嗰個風險放大咗。但係如果我哋去翻大部分人願意去用一個安全啲嘅方式，即係話我有幾多每1蚊，我就淨係去做1蚊嘅投資。咁即係一個純投資嘅做法，我自己嘅經驗上面，例如以股票為例啦，我覺得選股嘅一啲方法啦，長期有效嘅方法，可能嚟得去成日去諗究竟而家澳元升澳元跌，我邊一隻股份會受惠呢？其實我覺得係有時會難估少少㗎，係啦，甚至可能佢對佢受惠同受累嘅時間可能3至6個月，係啦，又會唔會又有轉變呢？係啦，咁但係對於一個長期有效選股嘅方法呢，咁就其實無關即係最重要啦，因為我哋會睇到啦，即係其實一個好嘅方法跨週期呢，其實係會理論上係會比起個市況係會越嚟越好㗎。咁所以啦，即係我會相信，我希望大家每個人都可以揾到自己一個
一個選股嘅策略適合自己，令到時間咧係去成為你喺投資路上面嘅朋友啦。好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究竟如果我喺生活上面嘅應用咧，我喺投資市場嘅角度，我應該用澳元對美元定係港元定係人民幣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舉一反三，放喺除咗澳元啦，甚至其實其他貨幣上面嘅一啲應用啦，係啦。咁同埋啦，即係如果大家真係覺得喺我個資產配置上面啊，真係可能想再學多啲嘢喎，理解多啲嘅情況嘅，都歡迎你可以喺下邊個 Google Form 裏面去填寫，大家輕輕鬆鬆傾個偈，亦可以希望對你會有個幫助啦。咁今日咧嘅教學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先，多謝晒大家。歡迎訂閱 Solomon's 頻道，獲取實用理財技巧。想進一步了解，點擊下方鏈接預約1對1諮詢。